我都已经5年无看过你画图啊，所以我才想要偷翕你的相片。所以你意思是我进前做无路用啊？我知影住伫咧丢人厝内，互你感觉足无好的。红色的事业若是无成功，毋是用钱就会当解决的。隔壁迄个人客吼，一直甲我问，一直甲我问啦，敢若吼伊是记者咧。啊，谁叫你啦？无代无志，甲外口迄个查某人叫人翕着。倒袂掉。你的图袂掉啊！啊，做袂到，你就好好啊对伊抬小煞嘛，你莫对伊遮尔啊冷淡啊。你的意思是讲要替美惠介绍对象对无？对啦，互你来熟悉一个啦。礼拜日暗时8点，婚姻结局时公司台语台。